喺同你講個故仔。喺好耐之前，我哋人神魔係同時間出現，嗰啲魔法、嗰啲巫術、嗰啲法術，所有僵屍、吸血鬼係真實嘅存在，亦都再有不同神話同埋古典嘅古籍之中，你見到嘅北歐神話，或者同好有緣分嘅道家、佛教嘅一啲仙家神獸，其實有啲形象，有啲客人喺更高維度嘅次元係見到我唔同嘅化身嘅。咁咧，我呢啲化身咧係處於更高嘅維度，咁可以引領一啲仙界高維度，譬如神獸落嚟人間嚟做地域生貧、生靈一啲過去世嘅靈魂升頻，究竟係點樣做呢？四五維嘅世界係一個比三維世界高嘅一個世界。喺呢度發生啲咩事呢？係過去、現在、未來同時發生。你可以見到你嘅所思所想，以太體、能量體，你嘅磁場。當用咗我呢啲高維能量水晶、高維能量結界咁樣，你個地方會變成高維度，即係你過往發生嗰啲因果，你都會記得返。即係譬如你要增加愛情運嘅，但係我好唔相信我有完美嘅愛情。嗱，用咗呢個高維能量水晶愛產品啦，你就記得返個因果。你幾時會對愛情冇信心？可能係你過去世，可能係你今世發生嘅。咁你就會憶記起呢個畫面，重新去領略個因果來源。假若你用而家呢個身份對應翻你過去呢個身份，你嘅身份會點樣做？會唔會係同樣嘅方法去轉化呢？當你轉化成功之後，係會影響你身體、身心靈每一部分，包括你腦袋嘅記憶、你心嘅感覺同埋身體嘅感覺都會轉化。即係你見到我寫一啲靈性排毒，就係咁樣啦。唔單止人體、靈體都係，可能佢攻擊你，攻擊得好厲害，我就會俾佢哋見到點解要咁做，點解有呢個因果，記得佢過去世發生咩事，同佢對話，俾佢顯現翻佢原本嘅面目，去除七情六欲嘅佢，究竟真實嘅佢係點樣嘅呢？係啦，咁當佢發現佢最真實嘅自己嘅時候，佢就會向光嘅進發，亦都係你哋所講嘅超度喺地域度點啊？其實咧，我係搖佢去某個地方去放置能量、淨化、升頻、保護罩。淨化頭先講過啦，升頻即係引領一啲高維度嘅神獸仙家去清理現場，保護罩就係一啲結界，唔俾啲妖魔鬼怪或者一啲負面能量入侵。嗱，好啦，我哋呢個地方啊，我想生意好啲，我就放置一啲生意好嘅意識能量。咩係意識啊？即係個畫面啦，即係可能收到生意好興奮嘅感覺啦，但係仲存在一啲覺得呢個鋪頭嘅生意唔好嘅意識能量喎，咁就要清走佢啦。你清嘅時候，可能
係存在喺某啲物件上，三維世界嘅物件上，咁就會令到一啲可能衣櫃電器壞咗，因為頻率唔對啊，你要換新啦，換新嘢先可以再開始嘅，係啦。咁我簡單講一講我嘅服務。